预备心来朝见主，让我们在朝见主之前，我们预备好自己的心，让我们能够来敬拜上帝。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让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用我们的真诚，用我们的心思意念，全然的来向主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一起来祷告，也为我们的所有的设备器械安排来献上祷告，也特别纪念正在受难跟受苦当中的百姓，我们为他们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主日的清晨，我们能够在这里来敬拜你，歌颂你，来赞美你。愿你在我们当中得着当得的荣耀。你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愿你在我们当中得到当得的敬拜。祝福我们在今天早上的崇拜当中，来遇见你，来得着你，来享受你。愿你将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带领我们的教会今天早上的崇拜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主你的面前。所有的设备器械人员的运动安排都为主你所使用，也带领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保守他们无论在任何地方，在任何环境里，在这些的他们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在工作读书主或是任何的事情拦阻了他们，主愿你都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能够在你恩典的当中，与我们在每一个不同的地方一同来敬拜。也愿你施恩看顾这些在患难当中的我们的同胞，我们的这些的在花莲的这些灾民，让他们也能够尽快的恢复他们的家园。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早上的崇拜。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让我们一起同心低头祷告。永在的神，全能父，创造宇宙的主宰，感谢你给我们好天气，将今天分别为圣，来到您的殿中，以现场跟远端视讯的方式，我们一起同心赞美敬拜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也在此为花莲荒土洪水导致的灾难祷告，恳求主看顾在你，就在指挥系统及满怀爱心的人，愿他们尽早恢复生活。
这是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宝贵之圣名的祷告，阿们。好，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圣哉，圣哉，圣哉》。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葬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的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荣耀颂。荣耀
请坐。我们以下呢用起音的方式一同来诵读上帝的话语，记载在诗篇91篇第1节到第6节，以及14节到16节。请我们看旧约的620页，或者是请我们看投影片。白色的字由我来起，橘色的字由会众大家来起，粉紫色则由我们大家一起来合。诗篇91篇1到6及14到16。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他必用自己的羽毛遮蔽你，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上帝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我们一起来，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愿上帝的话常存在我们心中。以下为公祷，我们同心为以下事项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为西非国家以农立国的贝南祷告。这国的土地是台湾的3倍，人口是1375万，有1半以上的人信奉基督教，是19世纪非洲奴隶出口之主要港口之一。自从1960年由法国殖民地独立之后，战乱频繁，至今尚有风险。愿上帝带领，让他们能有为国为民，充满上帝所示的智慧与爱心的领导人，能够让这国成为稳定平和的国家。我们也为台湾卫理公会外岛及花东地区花莲布道所、萧道成传道祷告，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牧者同工，身心健康来祷告。这个布道所是在花莲市里面，所以距离光复还有一段距离。我们也为花莲地区受华加沙台风影响，导致光复乡马太安西堰塞湖发生溃堤事件，灾情惨重，为受灾家庭与孩童祷告，求主安慰他们，也能获得充足的资源来度过这伤痛，也为展开救援的伙伴祷告。我们看到许多人愿意舍下一切，拿起铲子光复帮忙，愿主赐福于他们。也为空投进入堰塞湖现场监测团队的安危祷告，为指挥系统能够适应应变，充足的使用这些资源跟人力，让灾民及早恢复正规的生活。也为长期重建过程与受伤的心灵来祷告，愿主的恩与他们同在。我们也为卫理公会驻国外宣教士来祷告，也为各级学校老师及教练等教导者祷告，愿主赐他们能力和智慧以教导学生。以下我们用主所教导的主祷文，我们同声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以下我们一同来领受上帝的话语，由汪瑞恒弟兄来诵读今天圣经的经课。有2个地方，在耶利米书32章1到3，以及6到15节；提摩太前书第6章6到19节。第一处经课在耶利米书32章1到3节、6到15节，旧约878页。
犹大王西底家第10年，就是尼布甲尼撒18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围困耶路撒冷，先知耶利米囚在护卫兵的院内，在犹大王的宫中，因为犹大王西底家已将他囚禁。第6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灭必来见你，说：我在亚拿图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这地是合乎赎回之理。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果然照耶和华的话，来到护卫兵的院内，对我说：我在便雅悯境内亚拿图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来是合乎承受之理，是你当赎的，你为自己买来吧。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我便向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买了亚拿图那块地，平了17舍客勒银子给他。我在契上画押，将这契封缄，又请见证人来，并用天平将银子平给他。我便将照例按规所立的买契，就是封缄的那一章和敞着的那一章，当着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和画押做见证的人，并坐在护卫兵院内的一切犹大人眼前，交给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当着他们众人眼前，我嘱咐巴路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要将这封缄的和敞着的2张契放在瓦器里，可以存留多日。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在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第2处经课在提摩太前书6章6到19节，新约233页。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也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到了日期，那可称颂唯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它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世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请听上帝的话，记载在路加福音24章13到19节以及25节。路加福音24章13到19节及25节。正当那日，门徒中有2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
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两人中有一个名叫葛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纳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25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哪，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以下我们请教会的诗班为我们献上诗歌。今天的歌是《荣耀之主》主曲，《荣耀之主》主曲。
谢谢诗班啊，给我们献诗带来这么美好的歌曲，让我们真的是要来敬拜我们荣耀之主。以下我们将由卫理神学院林文娟老师来证道，证道的题目是"当我们看不见他"。好，我们请林老师。好，我有点高哈，我把这个拉高一点点好了。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对啊，我是浸信会神学院。对，但是真的是感谢主哈，因为我觉得在台湾，其实我是高雄人，我林文娟，然后我在2001年到2011年的时候，其实是在圣光神学院服务的啊，所以真的跟卫理中也是有一点关系。但是我在几年前就到了浸信会神学院。好，那在台湾，我觉得台湾的这个宗派的观念是有，但是呢，大家彼此帮助的也很厉害。我记得我在圣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搞不清楚圣光到底是哪个宗派的，只知道我们学生什么都有，大家都是为了主的道，为了传福音，把自己奉献出来的。所以我很感谢主，可以一直有这样子的机会来服侍神学教育。那今天很高兴可以代表浸信会神学院来到我们当中来跟弟兄姐妹请安，然后来分享神的话语。我自己是第一代的基督徒。那我记得我小时候呢，我爸爸跟我妈妈他们其实在年轻的时候都有去过教会。那有一次我就问我爸爸，他说他年轻的时候跟一个朋友，他们同班同学是一个长老会的牧师的小孩，他就跟这个小孩去了教会。然后年轻人嘛，然后去那边，我说那你去教会干嘛？他说怕乒乓打乒乓球，然后教会有活动画壁画，那我爸爸很会画画，他就在那边帮他们画壁画。我说那你为什么后来就不去教会了？他说因为有一天呢，他这个朋友跟他说我有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在拜什么。然后我爸就想说牧师的小孩都不知道自己在拜什么，那我为什么要跟你去教会？那我那个时候刚信主，听到我爸这样讲的时候，觉得说怎么这么可惜啊！我爸，因为我总觉得我爸是一个有在想关于人生人生的意义这样的人。那后来我自己比较信主久了，也念了神学，我真的发现我爸爸应该是有在思考的人。因为如果他不是有在思考的话，他就不会因为朋友一句话说不知道在拜什么，他就不去了。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也是觉得我要知道到底信仰你信的是什么。然后呢，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跟我爸爸说我去教会咯，我爸就说信就信，不要太迷不要受洗。因为我要受洗了，他就说信就信，不要太迷。我后来在美国跟他说我要念神学院了，他说信就信，不要太迷。然后我就跟我爸说就是不要太迷，我要明白我在信什么，所以我念神学院。我们家是一个非常有逻辑的家庭。然后我爸就说 OK 他就答应了那我后来主要的研究是在做敬拜研究，礼拜敬拜这一类的研究在学校里面教崇拜学、礼拜学、敬拜礼仪学包括领唱各样有相关的事情。然后我就发现很多时候我去教会做培训，或我们的学生会问我一个问题，他会说有时候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感受不到上帝同在，尤其是敬拜带领者或者牧者他很忙早上有好多事情要注意，然后那个敬拜带领者要注意那个音乐所有的乐手没有跟上来然后很多的事情要去想，所以他就觉得说心里乱乱的，好像没有上帝同在，没有那个 feel 那他就觉得好像自己没有敬拜到。我每次听到有这样的想法或这样的问题，我都觉得有点心疼就为这些敬拜带领者觉得很心疼，因为他们预备了这么多，可是没有办法在敬拜的时候享受上帝同在的那个美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原因很多啦其中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刚刚我们读那个经文的时候不是路加福音在前面我们在读起因的时候，还有我们刚读很多经文，有一段就是在那个神的光中其实神的光那么大那么荣耀的时候，我们人有罪是不能见他的。所以其实你要看到上帝的同在还没那么简单呢，不是你要见就能见的。但是有耶稣基督做中保，我们总是可以看见他，总是可以，而且这个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到我们中间的嘛。那为什么我们感受不到
尤其在敬拜的时候，应该是最接近上帝的时候。我需要我们的弟兄姐妹都很诚实的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就有过这样的感觉？我来敬拜，但是我不知道上帝在哪里，我不知道，我看不到。为什么会这样？会不会有一个可能是我们对敬拜这件事情的想法就有状况，以至于我们看也看不到？聪明的弟兄姐妹可能已经发现了，我们刚读的那段经文，就是有2个门徒，他们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耶稣就在旁边，他们搞了半天3、4个钟头，不知道耶稣在旁边，对不对？为什么有这样的可能呢？我先用这个故事，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翻到路加福音24章，整个的故事我们看过去，那你前面有圣经或者你手机圣经都可以哈。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我们在我又忘记开了，抱歉。对，所以两个什么都看不到。好，在路加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呢，有一群妇女，她们来到耶稣的墓前。路加福音24章是在耶稣死后最后的那个故事，但其实它可以写在耶稣复活就好了，它写到一个其他福音书没出现的故事哈。一开始7日头一日清早，妇女来到耶稣的坟前，想要膏他，拿了香料，因为耶稣是死在安息日，照规矩他是没有办法被适当的下葬的，所以这群妇女很有爱心，他们心疼耶稣，带着香料来，要来膏耶稣。结果耶稣已经不见了，并且有天使在坟前跟他们说，耶稣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然后这些妇女呢，就匆匆忙忙就跑去找这些门徒，还在耶路撒冷这些使徒跟其他人，就是门徒们，跟他们说这件事。这些使徒很奇怪的反应，他们听到以后认为妇女是乱说的。彼得冲出去看，彼得看到坟中已经没有耶稣的身体了，但是彼得还是只觉得这是奇怪，他也没相信。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然后接着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有2个门徒就往以马忤斯去了。这2个门徒到底是谁？后面有讲他是哥流巴啊，另外一个是谁？我们不是很清楚。那至于为什么他们要去以马忤斯呢？我们也不太清楚，有很多的说法啊。但是至少我们知道一件事。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大概25里路，这是经上说的。25里，当时候的25里就是现在11公里左右。所以11公里的路，你如果用走的，慢慢这样走，大概3、4个钟头可以走到。好，他们一边走一边讲话嘛，慢一点。所以他们走到晚上吃饭，留耶稣吃饭，也就是说3、4个小时，他们应该就是中午吃过午饭，不管有没有吃午饭，大概中午以后离开的。那我们把时间推回去我们来做那个键盘那个侦探我们把时间推回去，一大早妇女就发现耶稣不见了，彼得也跑去看到耶稣不见了，门徒也收到消息，知道耶稣已经不在坟墓中了，然后也听到妇女说，天使说他已经复活了，这个讯息都是这2个人自己说的在你的经文里面。那他这2个人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赶在周五离开呢？为什么不会想要留在那边看一下呢？就算是听到他们如果是在耶稣受难前几天听到有个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城，搞出了一堆事情来看热闹好了，他们也应该要留在那边看嘛。不是这2个人不是因为你如果看他们2个人跟耶稣的对话，你可以看到他们跟耶稣讲话的时候，他们是明白耶稣是谁的他们不是路人甲，他们是门徒。等不到耶稣，他们听到耶稣复活，想都没想走了。你有没有做过这种事？你如果知道后来很精彩的事情要发生，你会走吗？他们为什么会走掉呢？我在德州的时候，有一次我个朋友要去看游击兵，那个时候游击兵一直在赢球，他就说要去买一张票。你知道棒球队是这样，赢球的时候大家就拼命要去看。他搞半天找到门票，要叫我去跟他去看。我们2个主日崇拜一结束就开始开车，然后开就塞车，因为大家都往那个方向去了。塞车进了球场，排队排40几分钟，坐到我们的位置，买了热狗，坐在那个位置上，然后大太阳晒了3、4个钟头，然后打到第8局输5分，输第8局了。
然后我朋友就说不会赢了，完了，我们这次买到输球的了啊，然后就我们赶快走，不然的话等一下那个塞车出去又塞车又塞2个钟头，我们出不去，我们现在就走吧。所以我们2个人就走了，其实很多人也就跟着走了，已经输球了嘛。我们到了车上开车回家，没塞车，广播一打开，第8局、第9局打平了，延长加赛游骑兵赢了。我们在车上大吼大叫，搞什么？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功夫，累得要死，然后最精彩的没看到。然后我那时候就想到以马忤斯这2个人，他们最精彩的没等到，走了。他们在急什么？我们不知道，圣经没告诉我们。但是有没有一个可能，他们是因为失望了？他们在想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怎么就这样死了？以至于他们就像我们看到第8局已经输5分了，不会赢了，他失望了，然后他们就离开了耶稣的中心，离开了敬拜的中心，离开了上帝所在。你记不记得圣经有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不要停止聚会，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失望，对人失望，对世事失望，对我们生活发生的事情失望，我们就走了，就离开了。所以敬拜当中，它是你在自己离开的状态，有时候人没离开，心也离开了。我们通常离开是心先离开，然后我们离开了，我们离开了敬拜的中心。这2个门徒为什么会那么失望？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必须要往下看。就算是他们失望的状态下，其实上帝就是耶稣自己还是来到他们的跟前，亲自来跟他们说话。所以他们走着走着呢，耶稣就来了。有趣的是，耶稣亲近了他们，他们2个眼睛迷糊，什么都看不到，看不出那是耶稣，还跟他一直讲话，还跟他讲耶稣的事情，就把他们知道的事情又讲了一次。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没有 feel， 不代表耶稣没同在。我们甚至都可以在敬拜聚会中讲各种关于上帝的话，但是我们还是不知道耶稣是同在的。这2个门徒其实他们是明白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让我们跳出来看一段经文。这个是在讲敬拜的时候一定会处理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4章24节讲到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我刚刚在台语堂讲到的时候说，这个台语的翻译是比较切中那个原来的意思，就是在用圣灵跟用真理来拜他。耶稣跟撒玛利亚夫人的这一段对话讲的是一件要怎么样敬拜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敬拜的时候，我们在讲真理与诚实的时候，要晓得这2件事情必须同时存在，才能够达成敬拜的条件。有真理，也有圣灵。我们现在的现象有时候会2分法，那个2分法可能是因为我们在敬拜的一些理解上面有一点点的不完全。有时候我们是所谓的有真理没心灵，或者没圣灵。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有各种的知识，我们在敬拜的时候需要有许多上帝的话语。我们刚刚是不是一路都在唱关于神的事情？我们一路都有听到经文，我们不只读一段经文，我们读了3段的经文，有没有？这个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这个礼仪传统的教会的背景哈。这个在礼仪传统里面一直都很重要。你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什么？我读到了，我知道了，谢谢，请放下，就让它过吗？还是你在读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每一段经文说的话跟你对神的认识连接起来？我们刚刚读到耶利米书，有多少人在心里面想说，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不清楚我赶快回家查一下。我们这个世代跟以往不一样，以往你要学会查经，你必须要去读注释书，要有人教你怎么读注释书，你可能要有牧师上的神学院，然后教会众怎么做这些事。可是这个世代很多事情在网络上都查得到了，你还是 Google 好了 ，AI 有时候会骗你，除非你告诉 AI 不要骗你，这样。对，我们现在都要跟学生说怎么用这个 AI 的那个 ChatGPT 的事情哈。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更容易去有机会去认识圣经的一个时代。
你刚刚读到耶利米的时候，你有没有好奇那段话到底在讲什么呢？跟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有什么关系呢？在读到新约的时候，书信的时候，你怎么去知道那些话是对你讲的呢？你明白上帝的各样真理，但是必须让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做工，因为只有圣灵能够让我们的心对着上帝的真理打开，为各样的事情，为我们的罪责备自己。也当我们看到有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我们像耶稣一样伸出怜悯的心肠。最近不是有很多需要救灾，有花莲这样的一些受苦受难的这一个城镇，我们需要去帮忙，对不对？耶稣他走遍各个城镇，在做各样的传福音的时候，其实耶稣传的福音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他传的是一个悔改的福音，可是他看到被鬼附的、生了病的、死的、要医病的、瘫痪的、血漏的，他就心里面心出怜悯，看他们是没有牧者的羊群。在圣经的原来理论意思是说，耶稣的肠子就搅动了，他有怜悯。我们的真理不是单单在圣经，还多了一步，是耶稣基督成为那个真理，自己来到世界上跟我们一起，他走了这一遭，他担当而且承受了超过常人可以想的苦难，他晓得我们受的苦，他亲自来演示什么样叫做完美的真理，什么叫做照着我们原先被造的时候的那个完美形象，成我们的榜样。我们的真理不是单单书面上的事情而已。你为什么可以知道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是圣灵的启示，圣灵是启示真理的灵，所以我们有诚实有真理，必须有那个灵，然后这个灵才会跟我们的心灵连结在一起。近日的敬拜当中，其实我们的神学生都是在敬拜赞美的风潮长大的小孩了，常常跟我说有没有 feel 这件事情，我说你的 feel 不见得是上帝的 feel。如果你这个 feel 让你对上帝的真理更加上心，感谢主，那有道理了。他让你在聚会的时候，不是为了自己能够敬拜神而感动，而是为了自己是何等样的人，竟然能够敬拜永生神上帝而感动。这是不一样的，在认识上帝的状态下敬拜。也就是说，如果有人他在敬拜的时候非常投入，但是他对上帝的话语一点想法都没有，你要再去想一想，这个 feel 哪来的？是这个圣灵给我们的吗？反过来，就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一段，就是上帝他有同在，你喜欢那个亲密跟满足，但是你必须让圣灵做工，所以让你去读圣经。这两块在一起，好，那这一块跟我们在敬拜的时候见到上帝有什么关系？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4章24节之前，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对话。撒玛利亚妇人问他说：到底要在哪里敬拜？是在山上吗？在耶路撒冷吗？结果耶稣很不客气跟他说：你们拜的你们不知道。这句话本来意思是讲说，你们在拜谁，你们根本不认识。再讲一次哦，这撒玛利亚妇人问的是我怎么拜父，在哪里呢？地点，这是方法；方式是方法，形式是方法，用礼仪还是敬拜赞美，这是方法。他问的是这个。我们今日在讲敬拜都在问这个，可是耶稣直接告诉撒玛利亚妇人：你们拜的你们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在拜什么。这个就跟我爸爸的朋友在讲，很诚实的说，我不知道自己在拜什么。他是诚实了。我们知道吗？我们晓得我们不知道在拜什么吗？我们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们也不晓得我们不知道。我现在有点绕口令了哈，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好，耶路撒冷在那个时候为什么会乱成一团？我们回到这两个门徒，他们拜的，他们其实也不知道。他们跟耶稣谈了半天话以后，最后21节结论说：我们素来所盼望的，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呀，他竟然就死了。他们素来所盼望的，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那时候的犹太人的想法是，
耶稣是复国的耶稣，是要重新建国的耶稣，是要推翻罗马的统治，把以色列再复国起来的耶稣。他们跟了耶稣半天，结果他就死了，怎么会这样？所以他们在震惊之余没有办法接受。如果我们有读到《使徒行传》1章6节，你就知道那个时候耶稣已经复活了，已经开始向门徒显现了。耶稣基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呢，门徒问他什么？他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他们还是问耶稣一模一样的话，就这个时候了吗？你就可以知道他们这种观念有多么的固执。我们人从开始信主之后就被教导要来敬拜，我们养成习惯每个礼拜来做礼拜，但是我们很少在礼拜这件事情被教导，所以我们学习，我们模仿，我们跟着做，这样是很好的。但是我们需要再更深一步的让自己晓得我们在拜什么，为什么而拜。在申命记讲了以色列百姓第一次的敬拜。以色列百姓在出埃及之前是一个家族，带着一群小孩孙子，带着他们的亲戚。但是在埃及400年之后，他们成了一个国，一堆的人。所以当他们出埃及之后，是第一次的民众的聚集。然后那一次在聚集的时候呢，上帝晓谕摩西，让他去问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成为我的子民吗？”以色列百姓说：“要。”那神就说：“你们是圣的，你们必须是圣洁的，因为我是圣的。你们预备好，预备3天，然后我们敬拜。”接下来敬拜做什么事情？弟兄姐妹，这一段你们要看清楚，也要明白清楚。他说，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神你的面前的那一日，就是敬拜的那一日，你为我招聚百姓。所以敬拜不是只是个人的事情，是一群人一起建造的事情。你为我招聚百姓，必须是一堆人，而且这些人是之前已经跟神说我愿意成为你的人的状态。再来叫他们听见我的话，所以在敬拜的时候，上帝的话必须被听见。我们刚刚唱的、读的经文都是上帝的话被听见，不是只有讲道才被听见。我们是负责传讲话语的人，但我也学习敬拜，所以我常常在教导礼拜学的时候，告诉学生一件事情：一堂礼拜里面的话语的出现，不是只有讲道者。讲道者这个时间最长，他最重要，可能要负责最多的责任跟最多的传讲。可是服事所有的服事人员，我们的司琴、我们的诗班、我们的领会，也都绕着让人听见上帝的话，为了这篇道在预备。我自己因为今天是我讲道，我晓得我要讲什么，所以刚刚诗班在献诗的时候，我就会特别有感。我们最后倒数第2首歌，主让我能够听见，能够看见，对不对？我要讲一个我们看不见的道理，但是我们做了一个祷告：主啊，让我能够听见，让我能够看见。所有这些小小的参与，都让我们更好的能够去听到这一篇道。从我们唱的圣诗宣告上帝的主权开始，我们就在被预备了。也就是说，我告诉我们的道硕的学生，我们准备一篇道固然重要，但是你也要很谦卑的，让所有参与在敬拜的预备，包括打周报的干事，所有的人，包括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有比较早来到当中预备的人，这些人合在一起，帮助我们把这篇道给讲出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要聚集，要一群人一起敬拜的原因。因为我们没办法，我们每个人都不完全，我们没办法靠一个人把这件事情做起来。听见上帝的话之后，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就是敬畏上帝。也就是我们听完道之后，我们要明白敬畏上帝，也我们所做的，我们的回应，我们在日常生活怎么过日子，都是敬畏的表现。我到台北之后，就车子卖掉，因为台北开车有点可怕，养个车很不方便，所以我就搭比较多计程车。然后前阵子我搭到一个计程车，那个司机就在那边跟我讨论，他就说他
有去教会看，然后有去庙里面怎样，然后他就说，都是劝人为善，这个你一定听过，对不对？每个人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我直接告诉他说，基督教没有劝人为善。他就说，哦，怎么了？我说基督教是先有信才能善。他就很好奇什么意思？我说我们是先确定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知道上帝是谁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救赎我们之后，所以我们为善。我们不是靠为善来得着跟上帝的能够同在的确据，为善没有办法让我们与上帝同在。我们是因为已经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人了，所以我们得为善。然后他说：“哦，他没听过这个角度，但是他又觉得有道理。”我们听见上帝的话，所以我们在存活的日子里学习敬畏他，并且让儿女也这样行。因为我们的儿女这样行，这是一种见证。我们所作所为，我们所传讲的事情，就是变成一个作为。这个是在旧约的时候关于公众敬拜的教导。到了新约的时候呢，耶稣基督也讲这件事。他说：“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从犹太人出来。”耶稣是指着他自己的。我们能够来亲近上帝，必须靠着耶稣基督这个救恩，否则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看见他的同在。这些道理你都知道，但是可能没有把它跟敬拜想在一起。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敬拜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弟兄姐妹，你们来敬拜有什么目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上帝有什么目的。回复到最原始的那个状况。你是我的百姓，你们必须是圣的。我们的敬拜最起初的目的，就是让这一群人借着敬拜的时候听见上帝的话，牢牢的晓得自己是属于他的。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今天信了主，但是你到了要见主面之前，你中间忘记了，不确定他是神了，会有多么惨？上帝是爱我们的。他要我们做的事就是确认这个关系，你有这个关系，你才能敬拜。那这种状态下，你可能会问：那慕道朋友怎么办？福音朋友怎么办？哦，福音朋友没问题，一起来看我们怎么样过日子，来看我们怎么信主。我们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其实就是让他们看见我们是谁，看见我们是什么样的一种人。我再讲一个计程车故事。我上礼拜去华神演讲。做专讲，搭到一个计程车。华神现在在莺歌嘛，在那个巴德，然后我要搭火车到莺歌，然后从莺歌进去。然后因为他们那个地方比较偏僻，所以我通常都会告诉那个司机说要怎么走。结果司机说：“哦，我知道那个地方我很熟，常常载到你们的人，那个地方的人。”我说：“哦，这样子。”他就说：“那间是什么学校啊？”他去了好几次，他不知道那间是怎么一回事，他只知道那边盖了一间很漂亮的学校。我就说：“哦，那是一个神学院。”哦，神学院是做什么的啊？我跟他说，神学院是在训练牧师，以后当传道人，传什么道啊？我说，你有没有去过教会？没有。你有没有朋友是基督徒？没有。我说，那你要不要听我信？他说好。我剩2分钟就要到了，然后他要听，我想好，然后我就很快的想了，我说这样子讲好了，如果明天我就死掉了，我知道我在哪里。然后他就说，怎么有这种事？一个人心里软的时候，他是听进去的。但是我现在不是乱讲的。我其实在好几年，我还在美国大学的时候，在美国的时候，我出过一个很大的车祸。那个车祸是这样，我车子冲到对面的车道，然后转了2圈滚下去。好，我们坐跟副驾坐的人都没事，但是车子扁了，然后我们从副驾那边爬出来。我对着隔壁副座的人第一句话说，那是个香港的人，我说，我如果死了，我知道我去哪里，你怎么办？他说：“你不要这样说，我爸说我头很大，我命很好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去布道会，他都跟着，他们也怕了。好，但是我那一次我回到家里面，我后来思考，原来我最感谢神的不是他使我的生命存活，我最感谢神的是我的那个反应。我知道我会去哪里，我怎么知道呢？我也不晓得，我没办法解释，这是圣灵的工作，是神格外的恩典。我就这样信了。信心是你长期思考上帝他的恩典在我们心中奠基下来的。
所以我就这样告诉那个计程车司机，然后赶快冲进去，到了华神，2分钟后到了华神，我赶快冲进去里面拿了中信啊，我蒲公英能够抓到什么，请他们拿出来给他，带着他做了一个祷告，跟他说：你以后如果再载到这个学校的人，你就问，你有什么问题都问，他们会很乐意跟你分享的。我们有时候在讲礼拜的事情，以为就是维持在这里。但是我们学习敬畏他，又让我们的子女知道的情况下，福音是会出去的。福音出去是我们的使命，但是它是敬拜的副产品。我再讲一次哦，福音出去是我们的使命，但是它是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一定会发生的副产品。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是明白他是谁，看见他。这2个人被耶稣说：“你们无知啊！”就把指着他的事情都讲明白了。那个时候没有录影，没有录音真的太可惜了。因为在旧约里面指着耶稣讲的事情有300-400处，如果写起来一个解经书不得了啊！那我们现在就要靠自己研读哈，要努力研读，或者来念神学院。今天是神学主日嘛啊，在神学院里面，我们就是在学这样子的事情，让我们的牧者。以后的牧者能够有这样的能力，把上帝的话语给解释清楚，并且在圣灵的帮助之下，让所有听到的人跟上帝建立关系，维持那个关系。所以这2个人就继续跟耶稣走着走，他们听到这么多的话，还是不知道他是耶稣。有人说，也许耶稣复活后形体改变了，所以就变得比较不一样，这也有可能。但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们2个就是没认出来，一直到耶稣拿起饼，就是他们邀请耶稣要强留他住着，然后耶稣跟他们吃晚餐，耶稣拿起饼注谢拨开给他们，他们眼睛就亮了，认出是主。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你读圣经的话约翰福音的最后那个彼得看到耶稣那个捕鱼的场景有没有？然后他突然看到他们看到海边有人在问他们捕了什么鱼，有没有鱼，然后他们说没有鱼。耶稣说你去哪里捕，然后就把那个鱼捞起来，然后就在那边做那个早餐。结果彼得鱼捞起来后，马上说是主，他认出来了，然后马上就跳到海里游回去。在耶稣复活后，有好几个场景都是类似的，就是门徒认不出耶稣。是因为门徒对耶稣的期待不同，还是他真的形体有改变，我们不知道。但是很有趣的是，当耶稣做出他们习惯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认出来了。因为这群人是跟耶稣有一起同在过的，他们跟耶稣一起同坐席过，知道他如何祝谢，如何掰饼，他们知道耶稣如何在渔船上教导他们怎么捕鱼，告诉他们你们将来要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认出了这些事情。弟兄姐妹，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读这些话语，我们做一些动作，我们在恭敬的时候站起来，我们祷告，低头祷告。当讲员在告诉你耶稣做过什么事，在上帝在旧约的情况下怎么去彰显耶稣的时候，有天你会突然在一个场景上认出来是主。这句话我听过，我小时候听过，我在哪里知道这件事？耶稣的真理不是只是单纯写在经典上面的，他是活生生的跟人相处过的，这些人是这样认出他来。然后这2个人做什么事？你看你的圣经就知道，他们马上起身回家，不是回家，回耶路撒冷了。所以他们搞了半天，哪里都没去，又回去11公里去，11公里回去，跑一个马拉松这样然后跑到他们回去以后可能会比较快，因为很急着。上面说他们要急着告诉这些门徒，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们看见主了，很兴奋。这是所有在寻求上帝的人听见福音的正常的表现，很自然的一个表现。基信会神学院的校训是以基督至上，我们在当中有各样的课程，最多的都是属于真理的一些查经解经，但是我们也注重学生的灵命修炼。我自己本身教的就算实践神学，我每个礼拜六礼拜天电脑里面都留着学生下个礼拜要带敬拜的程序，要花很多时间在预备，为的不仅是自己把它演练出来，也是为了能够在教会里面好好的教导会众，
在礼拜当中怎么带领敬拜同工来做这些预备。我们在过去的几年有到卫理堂到等光堂这边来募捐哈，主要是我们有一栋其实现在是2栋，我们有2栋宿舍，它是海沙屋。然后呢，时间久了以后，这个屋子就倾斜了。然后它那个倾斜，我们后来才知道，哦，原来 building 不会倾斜一个角度，它会每一层楼倾斜不同角度。反正这栋楼就是倾斜的。那现在就是像7楼的天花板就开始往下掉，我住在4楼，所以还没有掉到我那里啊。那我们的建筑师，你们不用太紧张。建筑师说，如果6级地震之内应该都还可以，但是如果出现一个台北盆地，如果出现一个6级地震的话，可能这个楼就会变成一个危楼。所以我们在3年前就开始募款，准备要盖一栋大楼，那要5亿的目标，那我们预备2亿就要盖。那感谢主，我们在今年达到2亿了，所以明年就会开始来盖这个大楼。那我请弟兄姐妹看一下，我们有个信封。你今天如果没有预备，我晓得我们也有花莲的赈灾是需要去帮忙的哈。其实敬神也发起了关于花莲这边的募捐，所以请你把这一个信封带回去，为我们祷告。神学院其实最缺的不是钱，神学院缺的是学生。我们这个世代的传道人愿意全职读神学的学生，其实是在减少的。每个神学院都有这样的现象，可能是我们现在这个世代的压力大。有时候我们有些学生说：“老师，我们很愿意奉献出来，可是我有爸爸妈妈必须要看顾、要照顾。”那我们也只好为他祷告，然后说：“不然你就课程修着，慢慢修。”所以我们现在也开始推出在职专班。这些都是教育部立案的，然后我们也有要开始推出数位学分班，就是让弟兄姐妹愿意奉献出来接受装备的，有各种多元的管道可以去学习。所以这个上面也有我们的学制的 QR code， 然后鼓励大家，不管你是什么年纪，你如果听到有上帝呼召，愿意帮助这个世代的基督徒。不管是在敬拜中或在生活中，不管他们晓不晓得要如何看见上帝，他们晓得要保持在有圣灵启示的真理当中，维持跟上帝的身份。你愿意帮助这些弟兄姐妹，你就可以来考虑来上敬神的一些课程。所以请大家也为我们祷告。那我后面这边还有一张，就是我们的一些需要。有校园更新的需要，就是刚刚那个大楼的哈，其实还缺3亿啦哈。然后因为我们在募款这个大楼，所以经常费就缺了那还有一些师资培训，我们现在后面也没有老师了哈。读我这一科的老师，现在台湾只剩我一个了，所以我现在也是在10年我也要到达退休年纪，所以现在就是在找到底有没有人可以去读敬拜的实践神学，所以也为我们祷告。神学院需要传道人，我们需要训练传道人，但是我们传的不是自己，我们必须传耶稣基督是我们那唯一的主。当弟兄姐妹，当我们自己在这一个诡诈很奇怪的世界里面看不见神的时候，我们凭着他给我们的启示，知道他是同在的。我们可能会失望，我们可能会像那2个门徒一样想要逃走，但是耶稣基督他会自己再来找到我们，我们会认出他的。怀着这样的一个想念，怀着这样子的一个信心，我们可以一同走这样的道路。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下你自己的话语，成为真理，又道成肉身，成为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的主。你又赐下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软弱的时候，在看不见你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信心，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愿我们今天众人在你面前专心听你的话语，以及我们所献上的各种方式的敬拜，都讨你的喜悦。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也谢谢林老师带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讯息，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上帝任何时刻都跟我们在一起 ，even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但是我们自己也要能够了解神在我们心里面所做的功是怎么样。我们谢谢林老师，也再次跟林老师说抱歉，我帮你说这是为什么 ，sorry，yeah ，all right， 好，那我们现在呢一起起立，我们来唱，我们来回应上主的爱，我们来唱。愿主吸引我，新灵粮诗选336。愿主吸引我，新灵粮诗选336。请坐。现在我们要来收基督徒的奉献。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或者你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先保留您的金钱，让奉献袋从你前面经过即可。我们现在请司献同工到台前来。万物都是。
奉献的时候还没有祷告，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来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低头。赏赐丰盛的主，万物都是从你而来的，我们把从你而来的献给你，尽我们心思力量奉献金钱，愿教会用于各样事工及宣扬福音，使之用得合宜，使众人得益处，复兴教会，荣耀你的圣名。如此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呢？今天呢有几位新来的朋友啊，我们来这边请他站起来，我们大家来欢迎他。我要是念错你的名字呢，麻烦你告诉我一下啊，我怕我会认错一些字。OK， 第一位郭冠宇是 ，OK， 好，我们欢迎他来到我们这边。好，请坐。好，我们还有周新柔、徐信惠，在我们后面，我们欢迎你。待会儿呢，请你跟我们大家多多交通，我们一起来彼此关心。好，我们现在呢，我们一起来唱这个“我们成为一家人”。OK， 那我们大家待会站起来唱的时候呢，我们一起齐唱。那我们第二次抱歉，请大家起身。结束之后呢，我们就拱手问安 ，OK， 好，这样子比较安全。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唱，来。大家回座。以下呢，我们来报告几件教会的消息。我们一样欢迎我们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愿上帝赐福给你们。我们一致的欢迎，永永远远的欢迎你。那我们再一次的谢谢林老师敬神林老师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传讲美好的讯息，谢谢他。OK， 好，第三件事情，总会将于10月4号上午9点钟在高雄卫理堂举办南区义务传道训练，讲员是本堂的陈伟文牧师，邀请本堂义务传道来参加。第4个下周五呢，10月5号主日是圣餐的主日，请弟兄姐妹预备心参加。主日之后将要召开10月份执事会，请执事同工们留步参加。第5呢，为因应9/23的花莲光复乡的这个马太安溪堰塞湖的这个灾难呢，我们教会将会开放捐款。我们待会详细的情形呢，我们将会有牧师来跟大家报告。那我也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看到网络上面很多人都在批评东批评西他们都不知道这个堰塞湖有多大。那个坝体我们看起来我们发觉柴山很大，对不对？它差不多就是它的一半大
这一般打根本就无法人工去除。OK， 好，那我们的第6件事情，教会将定于11月8号到9号到大金营地户外礼拜。参加日期呢，请参阅布告栏的海报还有报名表，请弟兄姐妹预留时间并欢迎呢福音的朋友来参加。那我们待会呢，我们的德强执事也会很详细的来报告请大家呢一起来参加这次很棒的户外礼拜。好，第7件事情，总会发文通知各堂要关注同性议题及防治性骚扰的这个公告请呢弟兄姐妹到布告栏去查看。本堂亦将严格执行相关性骚扰防治规定，为遵守上帝对性别的创造，请务必严守分际，维护信仰生活的圣洁。第8，总会教育委员会于10月11号开办儿童事工同路人联谊轻松玩桌游，南区地点呢就在我们的教会，时间是早上9点到12点30分，备有午餐报名呢到本周截止欢迎大家呢带领家的小朋友四处所认识的，鼓励他们来到我们教会一起来玩桌游，来认识神。第9，鼓励本堂青少年学生学习。本堂教育部门呢开始办理113年度奖学金的申请，收件到本周为止。第10，教会10月21号圣诞主日12月21号圣诞主日当天有受洗跟转入礼拜，若有意愿受洗或转入本堂的福音朋友或主内的肢体，10月开始安排呢到成人主日学基要真理班，或者与牧师和传道个别上初信的课程，请洽办公室报名。第11，为教会复兴守望，邀请弟兄姐妹实体参加周4的祷告会，为教会的各样事情关心祷告。那待会儿呢，主日之后呢，我们有成人主日学请大家呢尽量的来参加，一起来认识神，多知道上帝要跟我们讲什么话我们有约翰福音导读在205教室，路加福音导读在201教室，两约之间的历史在6楼的活动室，基要真理在5楼的餐厅，诗歌欣赏与教唱在1楼的副堂那最后呢，我们有些肢体的消息我们最近呢有些环境的变化台风天的时来请我们大家注意我们自己的环境的卫生。而且呢，这一次呢我们呢在祷告里面呢，也为了我们在花莲那边所受到的伤害的人呢来祷告也为我们社青少民的父亲安息主怀，求主赐平安并安慰家属。那下面有几位呢身体不适的代祷麻烦大家呢按照上面的慢慢的来看，在我们的每天的祷告里面为着他们来祷告。 OK， 好，那我们报告就到此那我们现在就将下面的时间交给牧师德强你好，弟兄姐妹牧师这边做一些的补充报告那感谢上帝我们在使徒信经里面常常会读到圣徒的相通，我相信大家在做礼拜当中常常会看到我们的讲员的讲题经文还有内容跟我们的回应诗是相符的，那所以可以看得到我们没有跟林老师互通过那个经文是什么但是各位会看到圣灵就在当中会工作，所以我们每一次真期做礼拜的时候，我们无论是唱诗歌敬拜或是我们听讲道，它都是连在一起的，因为有圣灵在这当中的工作，所以求上帝带领，让我们可以真的预备好我们的心，能够来朝见主。那以下的部分要先跟大家做一点说明，就是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就是敬神主日我们有这些的募款跟邀请，请大家来关心我们的神学教育。刚刚林老师也特别提到神学教育在教会当中相当重要，但是现在有许多的需要，那也请弟兄姐妹来关心。那但是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也请大家来关心我们自己在地国家我们的土地发生的一些的事件。那以下的说明请大家先能够来了解跟认识请帮我放到那个救援行动那个部分好，那我们教会有一个爱心基金会爱心基金会现在目前已经先捐出一笔捐款已经出去到这个叫做花莲的这个
堰塞湖的这个马泰安的这个事件里面。好，所以我们在爱心基金会在这几天已经尽快的，我们希望能够在救灾的方面能够做一些的协助。好，所以我们已经有捐出第一笔的捐款啊，好，请继续往下放，没有关系。好，那我们在新闻当中应该都看过，是整个在泥流淹进去到那个受灾区域。各位如果还有印象的话，2009年的时候，我们在高屏地区我们有88水灾，其实那个惨况差不多是那样。那我们曾经来分享过的那个花莲的丰田教会的周牧师、周家庆牧师，他的师母在前几天就是载着物资从他们的丰田教会，然后到这个光复乡的地方，他说大概要绕山路要走30分钟的时间，然后到当地，然后才能够把物资卸下来。好，请继续放。好，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到，在新闻或者是我们这边在放的这个我们的世界展望会他们所拍的照片这些的地方都是受灾的一些的情况。好，请继续放。好，那这个就是在新闻当中那个被他的干爹干妈给抬上来的那个小女生那她就是后来被救出来的时候，她的干爹干妈就是已经算干爷爷干奶奶，对不起。干爷干奶奶就把他这个撑上来所以2位的长辈就在这一次的当中已经就是离开世界了。那这个小姐妹她还活着，这些我们会看到很多在这样的一个事迹里面。当然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会觉得很惋惜，因为我们也有有几位弟兄姐妹，他们说牧师我们要前往那边去但是很可惜，因为当时当地的志工已经都满了，已经都额满，那所以连要进去都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那但是我们不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事情，我们就好像不关心了。其实我们可以继续的用祷告、用关心、用奉献来支持这个救灾的事工好，请继续放。好，所以这个是世界展望会他们的一个事工，所以刚刚已经说明，我们已经有一笔的捐款已经到这个市展会去。好，所以请弟兄姐妹为这个我们的捐款来祷告，求上帝帮助，让我们可以在救灾的第一个时间，我们可以尽快的把这个经费能够用在这个地方。好，那周报里面我们有提到总会有这个邀大家来做这个募款跟捐款的活动，这个是要用在灾后重建的，不是马上要运用的，所以我们会一直到这个就是比较延后的时间。那但是原则上我们希望实现能够快一点，所以请弟兄姐妹能够知道，我们大概会在这一周跟下一周的时间，如果我们这一周没有预备的话，我们的下一周我们还继续会收这个给总会的这个募款的部分。那募来的款之后总会送到这个叫做基督教协进会去协助，让他们在灾后的重建的部分。好，所以这个让大家做说明。那但是不是只有到下个礼拜了就是如果弟兄姐妹后续还有这样的捐款的话，原则上总会是收到11月所以如果各位如果还有愿意能够继续在为这个总会的这个募款行动来捐款的话，可以到11月。但是我们尽量我们截止就是到下个礼拜就截止所以请大家能够尽量能够把握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希望这个时间能够尽快的能够让灾民能够得到一些的帮助那当然刚刚提到了，就是因为88水灾的时候，我也跟师母一起参与在屏东嘉东跟东港那边的救灾。其实那个是一个我们大概很难想象的灾难林边溪扩堤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人在那里受害。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可以感受到那样的一个迫切。我们荣光堂也曾经去救灾过，求上帝帮助，让我们有爱心跟这样的一个支持，能够常常为当地来祷告。虽然不见得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但是我们仍然用这样的一个态度跟爱心来关心这样的一个事件求上帝来帮助让我们可以的爱心不落人后。那至于我们的爱心基金的部分，请弟兄姐妹不用担心就是我们慢慢的再把它补充回来。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第一个时间能够做在有需要的地方。那求主帮助，让我们可以做的能够让受灾的地区能够真正得到支持跟帮助那以上的
报告，求主带领，让我们的一些爱心的行动能够持续跟进行。好，那下面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德强执事。弟兄姐妹平安。在这个比较沉重的新闻后面我们还是要平复一下心情，我们来宣传一下、工商一下我们那个荣光堂的郊外礼拜。那么我们前年记得，我们前年是去澄清湖，然后去年是去方舟教会。那今年我们的信心更大了，我们去一个我们很久没有去过的一个地方，是大金营地。大金营地是我跟我弟弟决志信主的地方，所以对我们来说有一个好像一个很特别的属灵地位的感觉。那么我们这个行程是这样子，我先跟大家用这张说明。那星期六我们第一梯次想要参与夜宿以及这个沉浸式圣经体验的这个弟兄姐妹，可以跟我们一起，在星期六的时候就可以去，然后我们会住在那边。那第二梯次的话，星期天要参加的话，就是早上8点在教会集合，然后我们会一起去一起做郊外礼拜，而且我们还会去那边有一个茂林的一个蝴蝶的，应该叫蝴蝶谷还是的地方。我们场勘的当天去的话，其实已经看到非常多蝴蝶。我们询问志工，在我们11月的时候会有壁咚的蝴蝶去，所以照这个情况看，应该是非常多啦。那我们当天看的就是已经感觉有点像飞蚊正在眼前那种感觉，已经非常多蝴蝶了。那有些人他可能没有去过大金营地，所以我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大金营地的情况。那大家看到它有很大很宽敞的草坪，大家可以在那边散步。然后右下角这一张图是那个就是茂林的蝴蝶谷的位置。那这个主堂其实大家很怀念，这个主堂现在是已经不能用了，因为在地震的时候4支梁柱从上到下全部都裂开，所以它现在是危楼的状态。然后它有我们目前可以使用的就是副堂的部分，它的小堂稍微比较小，但是我们评估稍微挤一点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看大家的报名情况，那冬天的太阳可能也很温暖，所以我们也有可能会在外面一起聚会，也是没有问题。所以我们会评估一下全部人去的情况。那住宿的问题大家也很好奇所以我们这边说明一下住宿的。这边没有秀出来就是学生宿舍的部分，因为早上我们在儿组也工商了一下，小朋友看到那个他们能够睡上下铺然后又能够男生住一间女生住一间那种感觉，他们已经非常兴奋了。那这个是在新堂，他们新堂的2楼，那都有2人房跟4人房的这个房型，那还有大通铺的这个位置睡是没有问题。然后所以他们当场可以睡100，他们全部睡起来可以睡到120多人，所以相信全教会去应该也不会构成太大的问题。那希望大家可以参加。有人说我们一到大金营地，第一个就闻到一股大金营地的味道，大家有人没有去过？所以可是去的人一闻就说哇，这就是大金营地味道。虽然好像有点像草铺的味道，老旧的味道啦但是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怀念的感觉。那希望大家可以我们一起去这个品尝这个一个属于上帝的一个特别的营地的这个氛围。那希望大家可以踊跃报名参加，谢谢大家。OK， 好，那我们呢，谢谢他们的报告我们也放在心里面，我们待会也好好的来报名。好，现在我们请大家来起立，我们来唱3-1首。我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愿你施恩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看不见你的时候，仍然听见你的声音，仍然相信你的同在，仍然看到你给我们的祝福，使我们不加上忧虑，能够富足。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颂。请坐。让我们在订阅中为今日的报告事项跟需要以及肢体的代祷。我们有病痛、忧伤的弟兄姐妹，待会也可以到前面来，牧师可以为你们祷告。